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1集，要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各中各小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台东县卑南国小的苏余生小朋友，伊所写的《彩色的故乡》。大家好，我是台东卑南国小的苏汝生，这届得到优选，我感觉真欢喜。感谢电台举办这个台语诗的活动，我是伫学校参加夏日热血的活动，老师有安排这个课程。一开始我嘛袂晓写，老师就叫我先画图。我有画热气球、太阳、草坡、蓝色的天，老师就教我画出来，变做一首诗。恁看，我的图甲我的故乡拢是彩色的。彩色的故乡。我的故乡是彩色的，天是蓝色的，草坡是青色，路心花是红宝石，金针花是黄太阳，这颗是青青的泉石，满天落花杂色的热气球在飞，台东就是我彩色的故乡。今日起，咱邀请这届评审委员林凤珠老师为咱来做一个讲评。来，即摆我要来讲国中国小组的这个得奖的作品。那伫这回这个诗的比赛内底吼，创作比赛内底，我拢感觉讲吼，这个国小、国中的遮作品是所有的作品内底吼上好的。安怎讲上好呢？因为囡仔你着知影吼，咧国小、国中的囡仔，因咧写的是因眼中的世界。那因目睭所看到的世界，也搁再足单纯，足直接，无遐多余的情绪。伊看到啥，伊就写啥。即种的才等到清气，介清气吼。当然毋是讲社会组的，也是讲其他的遐，因有一寡，比如讲情感的部分就无清气，毋是安尼讲，是讲比较起来，我个人我感觉讲，国小、国中的遮吼，因即回作品吼，真正我感觉足好，我个人介爱啦吼。那我先讲我选诗的标准，就是因为是现代台语诗的，所以就爱有台语诗的口气，爱有台语的口气。尽量有台语的元素，若国中国小的这个囡仔，因咧创作的这吼，我要求袂足大，但是颠倒因满足我伫咧读诗的迄个吼，佮颠倒足好。我的故乡是彩色的，天是蓝色的，
草地是青色的，落星花是红宝石，金针花是黄太阳，石刻是青青的泉石，地上米是白色的仙女，红梨的色水变来变去，我的面梦嘛是彩色的，满天五花十色的热气球在飞，台东就是我彩色的故乡。这首彩色的故乡，这个囡仔内底哦，伊照由伊的故乡，伊看到的物件，去讲伊的故乡是彩色的。安怎讲呢？你看，伊咧写是台东，台东的特产是啥物花？台东的特产因有啥？独心花，台东因有金针花，台东因有石刻，因有地上米，因有红梨，红梨这种节啦。还有一种毋是物产，但是这几年来，前几年来一直出现伫电视的顶面，互人感觉讲，哦，做迄个吼，迄就是啥？迄个热气球，伊连这伊就写落，然后伊将因这物产用各种的色水落去甲表达，真好。连天顶的啥，天顶的蓝色的蓝天，伊就写落，后色水然后涂骹是青色的、绿色的，伊用各种各样的。迄个颜色去形容它故乡的特产，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伊讲我的故乡是彩色的哦，天是蓝色，草地是青色的，落星花是红宝石哦，那金针花是黄色的太阳哦，那石刻是青青的泉石哦，地上米是白色的仙女，那些各种颜色，它很恰当的去譬喻还有红梨的色水，伊变来变去。大概红梨它会变，颜色它会变对，开始未熟进前，它颜色大概会变。伊讲伊的色水是变来变去哦，所以我的面梦内底嘛有彩色的，因为这我故乡看到拢彩色，我的面梦嘛彩色的，安尼满天的五花十色的热气球、热气球在飞，安尼台东就是我彩色的故乡。这囡仔上直接的。伊目睭所看到，伊用笔甲写出来，形成伊的题目所写的彩色的故乡，很棒。我的故乡是彩色的，天是蓝色的，草埔是青色，落星花是红宝石，金针花是黄太阳，石刻是青青的泉石，满天五花十色的热气球在飞，台东就是我彩色的故乡。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苏余生小朋友写诗，林凤珠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